Hello， 大家好，我是九妹小美。最近九妹参加了一些民族活动，穿了很多民族风衣服，超多小伙伴想要 get 同款。今天九妹带你们拜访设计师本人，一起聆听她与时尚苗服的故事。这个姐姐名叫黄琼芬，别看她生得小巧玲珑，小小的身体里总能爆发出大大的能量。她设计的时尚民族风衣服，因为独特前沿的设计理念，不仅在国内备受不同民族的爱好者喜欢，还远销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作为一名出生于云南红河的苗族姑娘，她自小就热爱绘画，一度获得过全国少儿绘画比赛的金奖。考上大学后，她攻读云南师范大学和泰国南邦皇家大学联办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说的一口好泰语。沿着在泰国的学习，她结识了很多东南亚的海外苗族。也是在那里的学习期间，她发现很多外国人很喜欢苗族的服饰手工，而且海外苗族把传统苗族服饰结合时尚理念进行创新设计的衣服，既有民族特色又日常便捷，非常受欢迎。于是回国后，他就毅然选择了与自己专业无关的服装设计行业，一个人从零基础，通过学习服装设计书籍，用整整10年的努力，一点一点摸索，成为了一名设计师。他将传统的苗族刺绣融入了很多日常便服的设计中，还为上班族设计了很多民族风套装。前卫的款式不仅赢得了本民族的喜欢，其他民族的爱好者看见了也慕名而来，量身定做。如今小女儿也在她的影响下成为了一名儿童模特，经常穿着她设计的苗衣走上时尚的 T 台。而她也从一名从零探索的学习者变身成了民族风服饰设计课程的老师。看着她耐心的一点一滴将那些本不识字的苗族大姐制图画版样，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最近她设计了一批新的民族风衣服，我们一起来试试看。